大家好，好耐冇見。如果你哋睇開我植物嘅影片，可能會奇怪點解我會講運動。其實我會繼續分享植物有關嘅影片，增加運動影片，只不過係幫助一啲有需要嘅朋友保持身體強壯同埋靈活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嘅運動片，好開心啊！喺度同你哋見面。我係60+嘅體適能同埋伸展教練 Hilda。呢條影片好適合膝關節退化，同我一樣係長者、過重、膝頭哥曾經受傷或者想保護膝關節嘅人睇。如果你有痛症，建議先請教你嘅醫生。如果你嘅髖關節肌力唔夠，可以先睇返我之前嘅基礎訓練影片，喺平地上面練習正確嘅動作。等動作熟練咗之後呢，就可以利用扶手慢慢應用到喺樓梯上面。今日會同大家分享用髖關節做主導上樓梯嘅方法，分開兩部分。第一係引起膝頭哥痛同埋膝平衡常見嘅問題，等大家上樓梯嘅時間都可以留意下自己有冇呢啲錯誤動作。如果冇興趣嘅，可以直接睇第二部分嘅教學影片，就係教大家3個動作，有效、安全嘅上樓梯方法。上樓梯係一個單腳動作，需要良好嘅平衡力。好多人上樓梯膝頭哥痛，通常淨係關注膝頭哥本身，其實腳掌都好重要。正常嘅足弓係可以分散重量，保持平衡。如果發力唔均勻，重心就會偏埋一邊，時間長咗，膝頭哥磨損同埋壓力都會增加。扁平足過度依賴內側腳掌，用力嘅時間，膝頭哥容易內扣。O 型腳依賴外側嘅腳掌啦，重心偏外，步伐好唔穩陣。如果雙腳內外側嘅肌肉力量唔夠或者唔均勻，支撐唔到膝頭哥。如果長期有呢啲問題，唔單止膝頭哥會受損，連髖關節都有額外嘅負擔。常見嘅錯誤動作就係膝頭哥主動向前超過腳尖，為咗保持平衡，身體就會過度前傾，咁樣就會令到重心集中喺膝頭哥上面，增加咗膝關節嘅壓力。有好多人上樓梯嘅時間怕跌倒，所以彎腰駝背，耷低頭睇住條樓梯，冇啟動到核心嘅肌群，步伐就會變得好沉重啦，重心唔穩，更加容易失去平衡。第3個常見嘅錯誤動作就係用腳尖上樓梯。如果只係用腳尖發力，係會導致小腿嘅肌肉酸痛啦，同埋疲勞，減低穩定性，增加咗膝關節嘅壓力，腰部同埋臀部嘅負擔都會多咗。用手撳住膝頭哥上樓梯，並唔會幫助你更輕鬆。呢種唔自然嘅姿勢反而會增加膝關節嘅負擔，降低靈活性，增加跌倒同埋受傷嘅風險。最後一種就係上樓梯過度用力，發出好大嘅噪音，成個動作缺乏控制同埋緩衝，會帶嚟好多嘅衝擊，長期落嚟可能會導致足底筋膜炎。做運動之前，我哋要着一對舒服嘅運動鞋，準備一張穩固嘅矮凳或者踏板。動作1：平衡訓練，佢係一個熱身動作，幫助單腳平衡。將一隻腳輕輕踏喺踏板上面，盡量細聲，保持張力，腳尖向前。另外一隻腳好穩陣咁樣踩喺地上面，保持平穩1秒，然後慢慢將隻腳放返落地，重複10次。做完左腳，做右腳。成個過程除咗喐緊嘅腳之外身體其他嘅部位都要保持穩定，盤骨保持平衡，唔好一高一低，更加唔好將個盤骨推去外側。動作2：單腳寬鉸鏈運動。今次我哋加多一樣嘢，當你抬腿嘅時間，將臀部向後推，感覺臀大肌嘅伸展，輕輕將腳踏喺踏板上面。因為啟動咗髖關節，所以身體會微微前傾。將動作重複10次，做完左腳，做右腳。髖關節可以承受好大嘅重量，呢個動作用嚟激活臀部同埋腿後側肌群。呢個動作好容易做錯，好多人冇將個臀部向後推，只係將上半身前傾，咁樣係冇辦法啟動到髖關節，更加容易令到下背受傷。動作3：髖關節主導上樓梯。熟練咗之前2個動作之後，我哋要上樓梯啦。記得啟動核心，
集中注意力喺臀部同埋腿後面嘅肌肉，感覺就好似準備做深蹲咁樣，將重心放喺上樓梯嗰隻腳，確保動作穩定。身體嘅重心係會喺支撐腳嘅上面，唔好過度前傾，保持膝蓋唔好超過腳尖。呢個動作主要係由臀部同後腿肌肉負責承擔力量，因為協同效應，大腿前側嘅肌肉咧會幫助穩定膝蓋，小腿咧會幫助穩定腳掌，膝關節會被動伸直，成個過程令到身體順利向上移動。佢嘅優點係分散身體重量，增加穩定性，提高運動效率，減少對軟骨同埋半月板嘅磨損。將呢個動作重複10次，做完左腳做右腳，改變身體下肢嘅運動模式。一開始可能會唔適應，但你熟練咗之後咧，一定會流暢自然。當你掌握咗基本嘅動作之後咧，可以試下增加難度，例如增加上樓梯嘅次數啦，增加踏板嘅高度，或者拎一個啞鈴進行阻力訓練，進一步強化肌肉。只要你肯堅持鍛煉，身體質素一定會慢慢提升，你會發覺自己比想象中更加強壯。多謝你哋有耐性睇到呢度，非常感謝你哋嘅支持。拍攝運動影片需要自編、自導、自演，仲要花時間做後期製作，實在唔容易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內容，記得訂閱、分享同埋 like， 我就有動力繼續製作更多實用嘅運動影片。如果你對以上嘅動作有任何疑問，或者想我拍其他嘅運動教學影片，都歡迎你哋留言話俾我知。多謝你哋嘅支持同埋收睇。